記得嘅係2002年啱啱畢業就做盧景文嘅歌劇嘅。咁嗰陣時個 show 就嗰陣時第一次見老師傅就應該喺沙田大會堂就第一次真正見面傾偈。咁嗰陣時係幾緊張嘅，因為我同佢傾咗好耐，我都唔知佢講緊咩嘅。其實一路再傾嘅時候就佢又即係可能佢都係好耐心咁樣啦。佢講慢啲咁我又就聽到，有啲聽唔到我就真係畫下嘢啊咁樣，咁即係咁樣開始溝通嘅。咁即係之前開頭聽都有聽過話，即係老師傅可能佢有時講下嘢你未必聽明㗎，或者咁呢個係第一次咁樣即係了解到佢有呢個即係佢有個文化背景啊，或者佢有佢歷史，咁我就知道原來佢係上海人嚟，即係開頭完全唔知嘅真係。咁跟住咁當然去到日後咁溝通係完全冇問題啦。咁即係甚至乎而家都好記得佢嗰種語氣啊咁樣。咁嗰次就一個我即係啱啱畢業嘅 show 咁啦。咁你問我嗰個 show，我覺得我係好唔成功嘅嗰個 show。咁但係我又嘗試好努力咁做好佢啦。咁我諗最後嗰個 show 一定係完成咗，又即係我覺得有我試緊嘅嘢，亦都有佢會好多建議俾我嘢咁。咁我諗嗰個交流嗰個對我嚟講緊張咯，因為都係一個畢業之後嘅一個製作咁，同埋即係相對個 scale 都大嘅咁樣。同老師傅其實第一次就唔算合作，可以話係第一次去見到呢位師傅或者認識呢位師傅，其實係應該係唔知係咪05年定04年嗰陣時咧，就係嗰陣時我唔係做設計師嘅，做 assistant 嘅。嗰陣時咧就係做呢一個西流錯夢，跟住嗰陣時係一樣啦，即係見到佢嘅時候，其實唔知佢講咩，即係但係佢好努力咁樣講緊廣東話㗎嘛，即係我寧願你講返普通話，其實聽得明，佢又好努力咁講緊廣東話。咁嗰陣時其實最大嘅感覺就係佢好似所有嘢都會好親力親為嘅。咁因為嗰次個 show 咧就入台咧就係都係夜晚凌晨，即係12點鐘打後都係要執景執色嗰啲。咁佢都老人家嚟㗎嘛，嗰陣時都喺度出現，即係努力做好嗰份景咁樣。咁就知道有一位咁嘅師傅喺度啦。跟住但係真係到自己做設計師嘅時候，就係應該，但係又會相遇佢咧，好似就已經跳到去到10年啦已經。嗰陣時咧就係做緊一個 APA 嘅好似係咪第一屆我都唔記得嘅一個 master 嘅 production。嗰陣時係淑儀做學生，跟住何永峰做導師嘅一個 project。我唔記得嗰個係咪第一屆，我懷疑係第一屆啩。國際空境係啊，你個 poster 你有份影嘅喎。係啊，嗰陣時就係就因為佢哋嗰個唔係學校包辦嘅 production 啊嘛，即係咁要揾出邊嘅師傅去做嘅，就揾咗老師傅啦。因為嗰陣時導演係何永峰，咁佢哋相識咁樣，咁佢話揾老師傅咁樣。跟住最大嘅感受就係個做出嚟嗰個製作即係需要嘅製作成本係學校嘅嗰個本身嘅 budget 係唔 fulfill 嘅。跟住老師傅都係嗰種拍心口嗰種咯。哎呀，我嚟幫啦咁樣。因為咧我好得意嘅係我睇翻一路，譬如之前 Facebook 一路都有徵集好多 post 噶嘛，跟住我睇翻就係唔同年代同老師傅合作嘅前輩啦。無論咩崗位都好啦，我睇翻佢哋同喺我，譬如我11年畢業之後，我應該頭先講緊個演出應該係13年先開始認識老師傅嘅。我認識老師傅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比較少喺一個製作層面度同我溝通咁多嘅，比較少啦。即係當然要工作嘅，我哋都會傾下。但係佢好多時會同我講嘅係咩咧？飲食啊、健康啊、即係最緊要食飯啊，佢好大篇幅㗎，佢會伸延到去你要開始食素啦，跟住食素要點樣食啊咁樣樣。
係佢即係你開始 feel 到老師傅嗰時佢自己即係心態上去着重緊嗰樣嘢。咁所以我睇翻其他人嘅 post 嘅時候，有一啲嘢係我冇接觸過嘅嗰個面嘅老師傅。咁但係我接觸緊嘅就係即係當其時老師傅佢比較關心緊生活、生命上面嘅一啲追求嘅嘢咯。老師傅係食素㗎，我唔知道啊。佢唔係完全食素嘅，但係佢有嘗試過食素嘅，我知道佢。你咁講我又覺得好有趣，因為我係食素啦，但係我又喺佢口中又比較聽少呢啲嘢嘅。咁但係你話佢講飲食啊嗰啲嘢，佢都有嘅。我哋因為佢個廠就97年、96啊應該就已經上咗觀瀾㗎啦。係如果有錯就可能到時資料再 update 翻。應該係97前應該係上咗觀瀾嘅，佢個廠應該90年代啦應該講。咁跟住打後就我哋就要成日上去睇景啊，即係經過一個旅程咁樣。就即係風塵仆仆咁，又去到佢個廠嗰度睇景啦。咁通常我哋都好趕咁，想就夜晚或者黃昏咁就會翻香港咁樣啦。因為仲有其他嘢做啊，或者可能有時都未必真係想留喺個大陸嗰個環境咁嘅。有時真係咁但係佢就好照顧大家飲食㗎咯。每次去，即係我哋上到去都係好禮遇嘅，每次都咁佢又會準備好多食物俾大家啊咁。就算幾匆忙都好，咁佢都就算佢唔得閒，佢都會揾個人安排，咁我哋去食嘢咁佢唯一就係佢會成日同佢哋側邊人打點咁就話，我同阿文通，因為我同阿文通都係食素嘅咁樣，咁佢就話係啊，你叫多2-3碟菜俾佢哋啦，跟住佢又即係嗰種對後輩嗰種關懷咁，即係呢個印象都好深刻嘅。每次翻去。佢係會捉你去食嘢啦，或者捉你傾偈啊，成嗰嘢。大部分時間其實唔係講緊嗰個製作係點，個設計係點咁樣樣。即係如果佢6個鐘頭啦，可能有3個鐘頭其實係做咗第二啲嘢。咁其實咧，我係都幾信嗰樣嘢。即係如果呢一種人同人之間嘅合作，我唔知道呢個係老師傅啊，定係老師傅作為一個中國人嗰種即係。你講緊禮待或者即係唔係客氣嘅，即係人同人之間嗰種 bonding，好似就係要透過即係飲食其實係一個 choice 嚟嘅啫。咁因為透過飲食而中間大家會有對話啦。咁呢個對話嘅內容好大部分時間都因為佢係前輩啦。咁同埋佢都真係好中意分享任何嘢嘅，除咗飲食之外都係任何嘢。咁譬如佢嘅內容裏面，佢好多都會牽涉及就係譬如關乎於劇場或者舞台製作的話，即係幾十年嘅經驗會不斷咁樣一路喺度發生緊啊嘛。佢會不斷咁樣喺度同你講緊以前經歷過啲乜，佢睇到啲乜。可能有一啲人啦，有啲嘢係關於人嘅，即係某個導演、某個前輩設計師，又或者有啲係事嚟嘅。我嗰陣時起唔知乜嘢嘅時候咧，就遭遇到一啲乜嘢啦。咁然後點樣解決？佢會好多呢啲經驗之談去分享。咁我覺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對話咧，其實最大嘅得着咧，即係可能你即喺當下你嗰個狀態，你上去其實你係有一啲 task， 有一啲 mission 你要 complete 噶嘛。即係我要去 check 嗰個景尺寸啱唔啱，顏色啱唔啱，個效果點咁樣。咁但係咧，你嗰陣時你個心態通常都係帶住咗一種執着嘅，即係睇你點定義嗰樣嘢啦。即係你希望做好嗰樣事情，你係一定係焦咗落去，你係想解決嗰樣嘢而上去噶嘛？唔係你上去係為咩咧？但係喺你想展示呢一種執着，或者想執行呢一種執着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佢嗰個海量嘅經驗啊、人生之談，即係飲食啊、各樣嗰啲健康啊、click 啦，或者劇場香港劇場的發展史，即係from佢嘅 point of view， 咁佢會突然之間會將你嘅嗰份執着，突然之間好似會整鬆你嘅，即係嗰樣嘢係人同人之間一種好得意嘅 chemistry 嚟嘅，即係有咗一種就係令到你去離開一啲嘢嘅嗰個遭遇。但係因為都有同其他嘅師傅合作過咧，呢種咁嘅體驗係真係老試獨有嘅。
即係呢個製景咧，佢係製造埋你嘅心境嘅改變嘅嗰個景嚟嘅，係好 unique 嘅老師傅呢樣嘢係。其實因為呢個工廈呢個叫火炭華聯工業中心啦嚇 A 座啦，咁其實講緊80年代嘅時候咧，老師傅其實就喺地下，即係而家嗰個車房咧，再轉角嗰個左手邊轉角嗰個位加埋嗰條巷咧，其實就係佢以前嘅第一代做老士做佈景嘅地方嚟嘅。即係真真正正佢自己叫做老士製作公司嘅時候就喺呢個地方咁樣。我最聽得到好多 story 就係話劇團，因為80年代啊嘛，香港話劇團就會揾老師傅開始做景啦。因為老師傅當年就已經係真係好專業咁樣開始想幫劇團去製作，就唔係淨係話點解話好專業咁做咧？因為以前有啲製作公司咧，可能係佢本身嘅出身唔係淨係做舞台，可能佢淨係做大戲嘅，或者佢甚至乎其實佢可能做啲廣告嘅啫。真正好認真想做舞台佈景，就係即係老師傅就嗰年代開始做啦。咁所以佢哋嗰陣時同話劇團關係相對好密切啦。咁有好多好有趣嘅 story 我聽過，即係譬如話永遠都睇唔到一份完整嘅佈景起出嚟，因為下邊嘅空間有限啊嘛。咁所以佢又會嘗試用一啲方法咁做好咗某啲嘢俾你睇，睇完可能你睇完啦，我要收喎，因為我唔夠空間，我要展示另一樣俾你睇咁。咁嗰陣時，我估對我哋而家呢一代嚟講係匪夷所思嘅，或者我哋係接受唔到嘅應該。咁但係喺佢哋嗰個年代嗰種經驗，或者佢哋有一種幾唔容易走過嚟嘅嘢，咁我覺得嗰個 story 都聽到嚟講都有趣之餘，亦都有啲嘢伏嘅，即係伏係即係大家互相去肯合作啊。因為我估而家呢種關係係唔容易去建立嘅。我諗我同老師傅合作嘅時候，佢有藝術家嘅脾氣同埋執着，呢個係冇得否定嘅一樣嘢嚟嘅。好多佢有一句口頭禪，成日都會同我講嘅就係即係當我覺得俾緊一個好唔足夠嘅價錢去嘅時候，我有時都會自己去嘗試去收緊一啲嘢嘅要求啦。咁跟住佢好常會同我講唔緊要嘅，你講你想要乜嘢我有錢賺嘅。咁即係有冇錢賺呢樣嘢，我永遠都唔會知。但係我諗佢係俾緊一種放心你即管 go ahead 你要嘅嘢，你即管講俾我聽，我就會幫你去做好佢。咁我諗嗰種抵得諗係一種佢願意放低某一啲嘢嘅追求，佢可以去同你去傾偈。咁我諗嗰個抵得諗係珍貴嘅。我覺得有啲經驗係都得意嘅，就係佢會成日同我講嘅，都會或者佢話我今日見到一個好靚嘅設計。咁其實嗰樣嘢已經搞掂咗㗎啦。即係個意思係咩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入咗佢個心啦，即係 trap 咗佢啦。咁佢就好願意就 fulfill 咗呢件事咯。咁佢係呢個性格行先嘅，佢好多時候都係即係當然唔會係好似太誇張咁啦，即係如果你即係可能你攞住一個木，即係可以買咗條木嘅價錢，你要去係一樣唔知咩出嚟，咁我諗係冇可能啦。首先呢個關係，咁但係我諗即係佢都好嘗試想滿足緊設計師，或者好想見到佢眼前嗰個好靚嘅或者佢好欣賞嘅設計而成到事，佢係好想成全呢樣嘢嘅。即係佢係俾到呢種質地，或者俾到呢種精神，大家去行咯。其實即係喺老師傅呢個人身上邊，你見得到嘅就係、即係佢有一種純粹嘅單純嘅鍾意咯。即係有啲嘢可能係我講好多例子，分析好多影響個行業點，去到尾你會發覺佢嘅分享，佢嘅得啦，你要呢個效果咪做咯咁樣嘅嗰樣嘢，之所以會衝口而出，除咗可能係因為真係有型之外咧，其實都係嚟自佢真係中意咯。頭先你講話我今日見到個好靚嘅設計啊咁樣，即係我就冇喺第二個師傅裏邊聽過啦，咪佢有佢咯，佢有佢咯，即係你會 share 俾你。係啊，即係嗰個。中意 share 係佢嘅性格特質啦，但係佢會去 share 嘅嗰關乎於嗰啲內容啊，成嗰啲一定係嚟自佢愛呢件事。最開頭咧，你係會可能有少少壓力嘅，
即係唔好話壓力，應該係話當你有一啲要求嘅時候，你會考慮埋究竟可能老師傅佢因為佢好中意提出一啲問題咧，係去 challenge 你噶嘛，即係咁做就會點，你有冇諗過點做啊咁樣？咁你即係因為佢經驗啊嘛，咁你真係驚駁佢唔到噶嘛。咁但係其實你可能心裏邊又真係有某一啲嘅效果想達至，又未必知方法，但係可能老師傅提出嘅方法裏邊咧，又未必能夠達至你諗嘅效果。咁中間嗰個拉鋸咧，其實幾好笑嘅，即係通常會幾好笑嘅。咁最後就會磨出一個即係 A 又唔係 B 又唔係，最後可能出咗個 D 出嚟嘅咁樣，C 都直接 skip 咗咁樣嘅。咁嗰個就會即係為你嘅創作會帶嚟一啲即係 surprise 咁樣咯。即係老師傅佢有趣之處就係可能佢係有一個美工底，即係一個藝術家嘅底。咁但係佢通常一個咁通常藝術家係對心中之美嘅追求嘅，好多都係咁。但係佢會接納，會 open mind 去跟住某一啲可能時代啦，可能係一啲新嘅流派嘅諗法啦、新思維啦，已經去到就係一個劇場點樣去講故仔嘅時候，佢會聽㗎。雖然有好多嘢佢未必理解你講緊啲乜嘢嘢嘅，但係佢會接納。咁好多就係可能最後都要翻嚟嘅。咁即係點做先得㗎？咁樣咁即係點有咧？佢唔係喎，佢又願意同你招㗎喎。咁你如果嗰塊嘢咁樣飄落嚟嘅時候，咁啊即係講緊嗰樣嘢，大家就會虛無縹緲一番咁樣咧。而嗰個 jam 咧就會大過即係純粹喺物料上或者美工上嗰樣嘢嘅。咁我覺得即係難能可貴嘅就係，甚至乎你去講到呢個故仔，我會同佢講㗎。我話呢個景咧就唔係你而家隻眼見得到佈景呢種咁樣嘅結果嚟嘅。總言之，整體出到嚟咧，其實佢係一個寓意嚟嘅。咁你一踩到寓意咁樣，喂，你真係同一個 contractor 講嘢，喂，大佬我鬥木嘅，我油油嘅，你講乜鬼嘢寓意啫？無啦啦，即係你話俾我知點做，我做好嗰件事情俾你，即係理論上係咁樣嘛。咁佢又真係同你傾下啲有咩寓意啊咁樣。哦，原來你諗緊一個咁樣嘅嘢啊。咁當然佢之後佢可能會嘗試就係，我諗緊一個咁嘅嘢，不如我試下咁做啊。唔係咁做，即係我哋唔好用一種咁合理慣常嘅執行手法去講緊嗰樣嘢係點樣先。我係個接受度係大到其實佢可以係第二樣嘢㗎。雖然個尺寸係咁講唔到啊。咁最後不如用嗰種物料得唔得咧？咁結果咧佢又咁其實呢個事情咧係有少少違反常理做嘅過程裏邊，因為咩？因為你通常去到傾執行嗰啲嘢，其實之前已經報咗價㗎啦嘛。嗰個所謂美術嘅底，我覺得係一種即係佢對美嘅追求，係嘛？又 open mind 嘅，咁我覺得係呢方面嘅影響咯。因為佢都覺得過癮喎，咁樣喂有寓意嘅喎，即係摸定一個佈景喎，咁樣。或者即係設計師或者係一齊諗嘅時候，會覺得我哋一定有一種意象，我哋想表達嘅，但係可能如果我哋將呢一樣嘢放喺一個而家某一種合作，即係我諗係製作啊買 show 嘅關係入邊，你要即係做一個咁嘅製作，而有時會有一種落差出現咗啦，即係觀眾去睇嘅時候。咁而點解要咁講咧？係因為好似好多嘢 expect 咗我哋有一種 art form 要做出嚟咁樣，或者一種所謂戲劇嘅嘢。咁當譬如話睇唔明嘅時候，咁當然我哋會願意想繼續去探求啦，但係亦都會有時會有一種 frustration 嘅。事實上，即係疫情同埋一個社會嘅而家個世代轉變之間嘅呢一個situation 底下，更加難去講傳承啊！其實係你諗下，其實你係問翻就係一個劇場作品或者表演藝術節目，喺個生活裏邊同人的關係，我哋可以有年紀係嘛？有冇一年定年紀？即係話因為疫情，所以劇場就係冇得開咁樣樣。咁但係人唔會死喎，原來即係你唔會冇咗個演藝節目，就會導致到生活有問題咁樣樣嘅喎。
即係你當然你會反問緊幾個問題啦，即係究竟一個所謂演藝嘅節目呢種藝術，究竟對於一般人嚟講係一回咩事啦？第二就係你作為一個劇場或者藝術節目嘅裏邊嘅參與嘅一個人，咁你係依賴住佢係作為你嘅職業的話，咁佢冇咗，就咁你又如何自處咧？喺無論經濟上或者係喺你創作嘅生命上，你點自處咧？我係透過舞台空間去講説話嘅，而家我冇晒節目，咁其實我冇説話好講㗎喎，真係會變咗無話可説㗎喎。咁好多人係會轉行咧，我會見得到，即係所謂啱啱嗰1-2年裏邊，演藝節目當然係大減啦，即係甚至乎有一段時間停咗。我真係好難想像究竟所謂畢業生咧，佢嗰2年就係我仲有1年我就 grad， 但係今年全年我又唔使返學。到我呢唔使返學嘅嗰1年，但係其實我又 grad 咗喎，grad 咗嘅嗰1年我又全年又其實唔係做緊，又冇嘢做嘅。咁其實又係一回咩事咧？即係咁樣樣。咁當然有好多行內嘅人都會轉行啦，做其他嘢啦。咁有一啲就係做咗其他嘢之後咧，發覺原來即係會調翻轉頭問究竟劇場或者即係做嗰樣嘢係對於自己嚟講係乜嘢嘢啊？即係你有陣時我哋成日都係喺嗰個界別裏邊去問究竟我哋傳承可以點，我哋藝術工作者點咁樣，我哋觀望啲乜嘢嘢，我哋做咗啲乜嘢嘢。但係原來有陣時幾得意嘅就係因為疫情環境、社會環境各樣令到你去抽離咗嘅時候，你嘅自處你突然之間可能會好清晰嘅，即係你突然之間你唔係做緊嗰樣嘢，跟住你就會問：喂，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原來即係我哋呢班人咧，其實唔係好重點，好 luxury 地存在，仲要係好 luxury 嘅票價添嘅喎。咁，但係所謂嗰個傳承就係原來我哋從來都係做緊一個創作。嗱，我哋假設呢種藝術嘅節目，我哋會重新出現先。而家都係有嘅，即係一半7/5嘅票房嘅觀眾入座率。我哋要問嗰個傳承，其實係要問翻喺呢個疫情底下，或者可能疫情都始終會過去嘅。喺咁樣嘅社會環境底下，究竟我哋做緊嘅嗰樣嘢，如果 as 一個舞台空間設計美學之類嘅一個咁樣嘅崗位，你做出嚟嘅嗰樣創作同人嘅最大嘅關係，或者你對個社會嘅貢獻係啲乜？如果你冇考慮到，冇曾經思索過會有啲乜嘢後果的話咧，其實好難去講嗰個傳承嘅。嗰個傳承就係你話新入行嘅，我點樣入行？佢入行嗰個佢都入唔到行，佢又畢唔到業，佢又入唔到行。好啦，可能早2-3年嗰啲啱啱畢咗業，但係就係個經驗又未能夠 establish 到，但係又冇 show 又 cut 咗嘅嗰一班人，佢真係要問，原來佢好信緊自己嘅崗位，作為一個劇場藝術工作者，佢對個社會有啲乜嘢影響？佢揾得到。我相信咧，你就算你身在七仔做 sales 或者喺邊度都好，你 stand out of it， 你係知道自己其實係要點樣去攞嗰個定位。我有朝一日我搞掂呢件事情，疫情好啲有翻啲 show， 我會翻嚟㗎。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嗰個傳承唔係講緊一種工業式嘅生產，仲有啲咩節目產生，而係喺呢一個範疇裏邊，甚至乎呢個社會裏邊人，我哋係創作人啦咁樣樣。咁有好多其他唔同社會上面嘅人，佢點樣去 allocate 緊自己？我哋咪 stand out of it 咯，我哋咪即係唔係留得青山嗰個概念，即係有陣時你大個 in 你都會 out 一 out， 但係你嘅目的可能都係為咗 in 嘅。咁我覺得要傳承嘅反而係呢樣嘢。最後一條問題，同頭先你哋阿 Moon 提到一啲嘢係有關於 pandemic。喺 pandemic 嘅時候，我哋基本上好多 show 停晒啦。但係呢樣嘢咧，我睇到嘅係對於舞台設計師係一個好大影響，因為你哋 deal with 緊空間，而我哋全部 lock down 晒喺屋企。
嚟緊我哋有好多digital 嘅演出啦，即係無論喺 funding 上面，或者係好多創作人，即係你喺一個即係 lockdown situation，我哋好多人都做緊一啲即係網上邊嘅一啲演出咁樣樣。相對於你哋經歷過嘅喺香港嘅場地，俾你哋嘅一啲嘅可能係限制，可能係好多奇怪嘅一啲嘅建築對你哋嘅舞台設計嘅影響。會唔會喺呢一方面，你哋都會有一啲嘅體驗，或者係有一啲嘅諗法啊？個意思係，可能我問得太複雜呢條問題。由傳統香港嘅場地嘅無論係 loading bay 嘅設計啊、文娛中心嘅呢一啲嘅規劃啊，以至於你哋去展望將來，當你哋 deal with 嘅空間，再唔係單單係實體嘅空間，而係可能變咗係一啲網上面嘅空間，或者係更多唔同形式嘅演出嘅空間嘅時候，你哋見到嗰個將來嘅發展會係點樣，或者你自己個體會會係點樣？其實你嗰個問題已經唔係問緊個演出空間嗰個問題，你已經係問緊個形式嘅問題嚟㗎咯喎，已經係咯，即係首先即係實體嘅演出 live 嘅 performance 係即係我覺得應該即係網上邊嘅攝影或者你用影片嘅角度應該係即係唔能夠取代嘅，係兩樣嘢嚟嘅，即係 live 一件事係嘛，即係網上演出一件事，即係當中牽涉點解會好唔同，咁可能大家都明嘅，即係個 interaction 啊，個到當下個氛圍啊，即係嗰樣嘢，我諗唔係只喺呢種咁樣嘅層面上嘅唔同。即係其實我唔係想特別去講關於 live 嘅 performance 定係唔係 live 嘅 performance， 或者 live performance 嘅 recording 同 live performance 嘅分別，唔係想刻意講呢兩個分別，因為大家其實撳一撳 YouTube 都會見到，即係或者睇一啲 article 都會見到個分別喺邊度。而係我覺得就係如果我哋都去講緊有一啲人佢哋固步自封，去唔接受緊一個時代嘅轉化。以前飄華地 drama， 而家有一啲 new media 嘅可能性，我哋會 comment 緊點解唔去接受緊？係咪保本？係咪市場考慮？係咪 click clack？咁呢樣嘢其實佢係牽涉及就係你相信創作或者藝術嘅創作係可以有幾大，有咩可能性？如果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就係因為疫情，因為成個世界嘅轉換，而我哋面對緊嘅就係去 question 緊我哋過往嘅形式係點樣樣，而將來會係點樣樣咧？咁我覺得首先真係自己都要 open mind 嘅，即係自己都要接受會唔會原來假後原來200年大家都係戴口罩，劇場都係將會有50年原來都係封，咁人同人之間嘅 connection 透過演出嘅節目係點樣 connect 咧？咁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 topic 嚟㗎嘛！即係唔係話我仲想我用咩方法去令到我以前嘅一種表演模式係要存在，而嗰樣嘢先至係一種 absolute 啫嘛！即係我哋唔應該純粹咁樣睇咯。所以我咁樣嘅問題其實係問緊新嘅形式需要去出現，但係我哋如何去 connect 緊觀眾，即係作為一個創作人，其實個問題係應該係咁樣去問啊嘛。我諗離唔開首先頭先又講到就係你即個初心啦，你有幾愛啦。咁你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留低咗個心喺度先嘅，因為我相信喺頭先呢個咁樣嘅過程裏邊咧，即係你用唔同嘅模式啊，好乜都好，我相信整體嚟講個工作製作嘅機會其實係細咗嘅，即係話你有啲最基本嘅問題就係你已經唔會有咁多 show，所以其實你首先你個實際嘅自處你要搞掂咗先，咁你都要交租㗎，你都要交租㗎，咁食飯㗎，咁即係你要搞掂咗先。留低嘅，我覺得係個初心，然之後再睇嗰個形態可以係點樣發生咯。你話實質形態係點樣樣？我諗大家而家係整體地摸索緊，
即係喺任何方面嗰度，佢大過一個嗰部 lift 有幾大，入到個景啊，一個舞台空間現實係咁，畫面係點樣樣。